想大家注重嘅係實行，而唔係解，因為解呢一樣嘢真係好睇你嘅資質如何，未必個個可以解到，但係你一定可以做到。我哋國父曾經寫過文章去駁斥呢一個行之非奸，唔係知之非奸，行之為奸嘅講法。佢講到其實知係難過去行，因為你要明白嗰個原理其實可以係一件好困難嘅事。國父嘅意思就係話，你只要肯去做，無論你明唔明白，只要你肯去做，就能夠得益。政府法門都一樣，只要你誠心練，就一定得益；只要你誠心練，就一定有效。